前幾日因為落大水雨，伫咧台南沿海這氣溫鹽度呢，互雨水甲透甲變正去，所以地區真濟蝦仔甲蛤蟆是死真濟。這養殖戶估計蛤蟆產量即馬是剩無三成，若是真歹賣，嘛有可能衝擊到中秋的市場。甲蝦膏撿起來，原本應該有真濟活跳跳的白蝦仔，但煞無幾隻，互運主是馬口無目屎。但外地受到風颱、外圍環流和西南風的影響，台南七國北門等沿海溫啊，因為上大雨真濟天，造成溫內水質變歹，鹽度變正，有的甚至連溫仔水嘛反色，蝦仔未堪熱，無法度適應，大量死去。養殖業者講，本來一價地通收2000台斤，即擺剩無一成。算淡化太多吧，水質變化太多，變化太多了。比方說，因為颱風又要來，這幾天應該超熱吧？對啊，這樣也會有影響啊。一甲地差不多有1-2千斤左右吧，現在一甲地都沒有1-2千斤，就剩幾百斤而已啊。大水雨影響，北門鄉村的蛤蟆嘛，因為溫仔內鹽度有變化，地區大量死去。那岸邊的蛤蟆的空殼，即擺是貼干那山。運主推估，因的蛤蟆剩無三成，今年的收成攏總烏有去啊，甚至叫人去借錢來度日。對此，台南市路局已經啟動財訊查報，講會趕緊甲中央爭取現金救助，協助漁民渡過難關。愛過來人借錢的啦，迄是毋知講出來的啊。你有看家一個咱遮目屎咧佇遐咧爬，佇土骹死的，幾個千斤。即馬剛有法度救？無多啦，家在困在遮。清掉呢。那從即日起到7月16號那我們請受災的漁民能夠到受災當地的公所來申請那本市會用最快的速度來辦理一個受災。這擺大雨唔但互養殖戶真歹趁食，到時嘛連帶衝擊到中秋節的市場。咧白蝦甲蛤蟆大量減少，未來若中秋要烘肉，恐驚繼續賣對咧起價。記者蘇台南採訪報道。